艺术家徐德义受到台湾创价协会邀请，在全台12间美术馆进行巡回展览。第日前来到台南市安南美术馆，在开幕典礼这天，多位学校艺术界贵宾拢到场参加，场面相当热烈。荣幸承蒙许德义馆长支持，参与此次巡回展，为创价的艺文系列展览增添无限的光彩。徐德义的专长是抽象画，将压实水以及材质之间的冲突，让人无同款的视觉响应，同时融合当时文化甲艺术家个人对抽象画的理解。抽象画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，有人说他看不懂抽象画，有的人盲目的喜欢抽象画。我觉得轻松一点，就是你穿衣服一样，是你自己选择，你高兴就好了嘛，你喜欢就好了嘛。作品画面以抽象笔触搭配单色块长条体，充满生命的跃动，形成鲜明的曲式风格。这个展览是台湾创价协会所举办的文化艺术系列展览，以探寻台湾近100档的美术发展作为策展主题。到档已经有20档，每一档超过20万人参观，希望会当透过艺术，让大家熟悉台湾的历史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